人生到第4档的时，伊咧大足紧，但是掉糖吧掉足紧。哦，会掉糖哦。所以第一主任就是爱定定去顺，定去顺吼，袂使放农药咯吼，因为天然的嘛吼。后来那种什么爱看咱伫咧看伊色地吼，阮也讲长得胖胖的吼，伊是有2支骹到3支骹，咱若安尼。正面甲看3支骹，倒边甲看是2支骹吼，像一个人啊2支骹咧，这种上好，规足完整的吼。伊的色地是安尼金黄色吼，后来像这种咧，蓬松伊啊。蓬松咧有糖加，有无？你看一空吼，蓬松的吼，好。咱注意就是讲，伊拼起来有一个什么可以看到足胖，有够胖的吼。挑选的原则就是要整6年生，还有来自韩国职人的栽种，够成分简单，对，够袂使使用农药，个成分哦，成分足顺的。过来，伊爱有咧有一寡检验报告，讲我里面是没有农药、没有毒的，吼，这最重要。